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基本嘅福喜女》呢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介咧大家都知哦，你今年啊，你要当到个后生人，佢都被讲转去哦，呢个分享许多只地方咧，新的一只协会咧做动到了财体有关嘅事情。今日大家强烈会受嘅一只安样嘅协会，唔过记得吼非常嘅后生，系了只协会很当后生哦。唔过到两下记得已经做了非常多嘅事情，所以大家咧分享记得咯，大家咧分享有乜嘅事情。有乜嘅故事？一開始咧分享嘅係記到嘅歷史長哦，係嘛？沙咧係北港下財體文化協會嘅歷史長Ben林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北港下財體文化協會嘅理事長許Ben林，我帶官員今日當歡喜有呢個機會來了分享。分享吼哇！大家看係咩非常嘅後生，今日來分享嘅係幾多嘅總幹事係嘛？沙咧放心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財體文化協會嘅總幹事。方言，今日咪當分享做啲兩篇老大家分享，咁就點解做埋嘅東西？分享吼，聽你咧分享嘅係記得哦，了解協會啲度嘅後生嘅將世冇係馬莎咧，記得係歷史吼，婉婷。大家好，我係江婉婷，我大宣布不下講學了。我今年我來講，你度嘅做埋嘅客家，做埋嘅地方。好棒哦！拍手一下，破水海，快點，佳佳。大家想講，為什麼要拍手做埋破水咧？因為哦，了上屆後生都有意思哦，該世代下打嘴鼓，該世界哇，傅怡松該發牌很活潑，有冇哈？然後上節目該世界突然間又傅怡松該緊走，然後等到該真是50上20嘅時，又突然很活潑，有沒有？所以我的情緒哈。我咪跟着你們起起伏伏，不過破暑嘅原因係因為三屆後生應該客家話都講到當好嘅。哦，做得哈，你係講西煙？我講西煙，你啊就想講講西煙嘅啊？係啊，哦，所以你了下到了只誰趟下，我們是大眾，對不對？三屆會了，我們要強下落幾多講西煙，好吧？彼此溝通。其實觀音嗰邊未係講會了下多啦，西煙係係算輕少嘅。唔講唔，咁你好多年未讀。哈哈，唔講唔會談會了。談嘅時候，唔做你講會了唔怕。哈哈，所以愛講會了，你做得會愛吸煙。你又肯又講會。會不愛賴走嗎？又講。會不愛賴走，唔會啊。為什麼說唔會咧？表示自己客家話清好，聽講你要去考嘅，嘛個考嘅嘛個漢語嘅認證，中高級哦。啊，你考試嘅情形咁樣嘅，係真簡單也係真難。真簡單啊！因為我不下，我開始學客，我細個時間係冇講客啦。我喺大學轉來，咁開始有老阿婆，自家學講客，自家有興趣來講客。哦。就客家家庭學客話請夾啦，我係要去嘅客語認證，客語資源人員嘅培訓課程。就會新傳師嗰種係冇？新傳師很愛國家資源人員高校當做的身強。真勁嘅，你真的是很好的模範，因為講啲嘛，因為同大家的分享，其實學客家話你太學畢業高校。再學，但你做得講到暗號，有冇？真嘅要鼓勵一下。對，然後你係會了，我大蓉妹。大蓉妹，吼，蓉妹人，兩屆人是幾多年咧？3年咯，要3年咯。做得係好朋友嗎？好朋友。親友朋友啊，親友朋友。還是酒肉朋友？親友啦。哦，親友係嘛？哦，然後婉婷是觀音人，信豐人，哈哈，你睇讀宜蘭圖書，哈哈，好，大家是咪想講哈？一群客家話講到暗號，唔過大到冇叫地方嘅，又講會了，又講是嘅，上屆後生面成新立一隻北港下財體文化協會，來，看我哋總幹事歷史，又係歷史長，你好好啦，大家都了解下，你係用應該協會，做埋事情。好，你唔講。做得都，你講到正經嘅事就開始推卸了，有沒有？哦，沒有，都可以分享。來，你先好了，你先好了。其實 Andy 唔係一個
但像迄观音嘅协会，因为迄南投县那边较多，全部迄客人，好容易没有啊，但係因為就好客家，好音樂，故所因為都講下啊，有楊梅，其他楊梅、新木、藝觀音、太海、龍潭都有，啊，全部係後生人，啊，只加上對地方有認同，故所想來做地方嘅事務。不過這個聽起來，其實大家還是會覺得，現在你要他清流哈按講嘛，對於地方有認同，就做拆地嘅事情。可是大家會知道，聽起來很有意思，不過具體來說，你都做乜嘅拆地嘅事情？係，像因為頭前做轉去北港下青年入莊，還有轉去北港下紀錄片入莊，就變紀錄片，還有拖欄。還有歌唱，還有音樂會，啊！呢下啲因為改片嘅馬祖廟做運行中嘅記錄。所以這是比較具體嘅，同埋有做嘅嘛，吼。不過名大家就知道，其實公司採訪北港對客家人來說一點都不會陌生。不過你嘅名為什麼會揾到北港下？其實北港下客人就較低嘅啦，吼，就北港下就係因為平常老人家大最久嘅地方，冇錯啊。但係因為後生人用北港下呢個名，就係有種交工交接嘅意思。傳承交接嘅感覺係咁。有啲暗用嘅感覺啦。希望，佢講係希望，就是回到地方。回到地方，對。為什麼能用一個？因為讀客家莊吼，還是用鄉親朋友讀客家莊，其實你行兩步腳上步腳是咪在北港？你不講係好大嘅北港哈，又係講魯迅寫在北港，因為對你客家人來講，佢係當從了嘅信仰。好，你講北港，從嘛吼，那反而講土地公安樣嘢，咁帶起來安樣嘢哦，其實當到時間都要北港講哦，比如講你家中頭用你投信用。結婚也是要跟北港說，我們這個大家中頭用投信用的，所以你們想要找到這種有文化嘅這種概念、彩體嘅概念，然後尤其到東都龍應該這邊交流，所以就取了這個名字。就這樣講哈，為什麼這麼年輕按後上哦？然後看記到其實你們本身的從科系跟這些都無關，對不對？投訴嘅科系，可能係有關係，係做社會工作。所以該社區該東西全部好一點，就講就做啲盡力work下，然後幫人強下做了客家嘅事情嘛。希望當到事情做啲留地，嗌到客家大地方，本合到後生人做啲啲嗌到啲那邊做乜嘅東西。錯，所以做啲講一開始嘅時間係粉林鴉片開始嘅，你開始。埋一下這個種子，開始嘅誤入歧途啦。做一成年嘅事情，當然係誤入歧途啦。你講做一成年嘅事情，一下叫專業嘅。你下真開始1年添。我變下係咁啊。所以你為什麼有按用嘅起心動念啊？其實一開始應該係藝太后時節同先上啊。結果誒。同林先上太后嘅歌誒，還有農村武裝青年。佢條都去，佢條客家嘅屋下。我知道係書記咗嘅音樂感動啦，我從頭睇好嘅時節彈夾嘅歌，就聽嘅宿舍嘅叫，真見嘅叫，就本佢條感動就轉咗。哪一首歌？當多呢，全部係啊，中的你可以舉例一下。牽頭一把戲牽頭一把戲，農村武裝青年，豐盛英英，豐盛英英，橋花亞行居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沈雄先生也都有講嘅，其實有講到青島，其實講嘅就係返鄉呀件事情。還記得冇？啲豐盛一的我迄張專輯講嘅就是阿成嘛，對，要返鄉，所以你就是覺得跟你的心情親像係冇？我知道，因為總唔得講係很多返鄉啦，知道嗰種轉去，其實係一件動詞言嘅事情。我本來也冇想講會帶中立帶台北，但係我去種下有立足點，係就提呢下沙皮清困難嘅事情。如果呢下種下冇嘅事情，你就自家來做。比論講買事情，比論講呢下你做嘅事情，呢下做嘅事情。你讀書嘅時間有理想冇？
有冇？特殊高雄，高雄。高雄。哦，其实青叶，你讲而家它就是整个转移到管营给片，然后想要帮在地拆地迄个你知道给片某嘅事情，古种想去做去咯，安尼。想去做一个后生人会为中医嘅事情，种下嘅事情，留下来嘅事情。古种像亚哈你做嘅 T 恤，亚哈你去甲做嘅。系啊，你是客家做，客家做。而且韩国嘅有名嘅，系冇？客家做。外包都还有嘛个教务处有嘛训导组，系啊，系嘛？哎呀，古种亚哈你们自己哦给名嘅，哦有买意思冇？冇买。就用他像帮派啊，还是认同感啦，哦，一种认同感。重要。帮派其实也黑暗用啊，就是有认同感。一群人嘅起逼嘛，就会暗用你嘛吼。所以其实乡亲们谈起到暗用分享是地讲，其实俩群后生伊记得真是系对客家非常介有热情咯。唔单是暗用对嘅你菜地嘅种头嘅，还有热情，记得做了当多嘅法通，起码嘅法通咧聊下，等下仲再讲。今天东方姨昨天绕墙的上改后上音哦，而且聊上改后上音真的好活泼哦，感觉上很开心哦。其他走聊事情又走到东方姨吗？这很关键哦，有关系吗？有啦，有东方姨哦，东方姨，好像总得讲东方姨，马上方姨就有哦，东方姨哦。我其实上堂节目咯，大家咧分享，记得讲，记得上去做。菜地嘅当道事情，本菜地嘅後生人就係拼音做得嚟認識呢啲認識關於兩個地方，認識呢個客家文化。可是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法統做得讓大家都分享？馬上講都做得。哦，我先講好。好啊，好啊。就你喺觀音街片有設立一個點，一個基地啦。有限類料，都有限類料。有限類料。個料係用料子的料。因為該像一個公料用，比如說該片大張嘢嘅天二集禮拜五會按部條會有紀錄片嘅播放。哇！第三個禮拜五會有不特定人士的講座，這樣子都會你去個請去個看有錢就出錢，冇錢就記得去個愛來嘅。像上拜有一個講課小教室，明路當杯教客家嘅細妹來分享，具體前傳客家語言老認同嘅故事。哇！紀錄片做埋愛編紀錄片，因為我知道，該係一個人老人之間溝通的很好的方式，透過紀錄片的播放。然後來帶領大家做着一個映後座談。對對對。如果說只在家裡看風水世家，可能就會有那個。哦，你講的你講嘅，你講嘅。就是沒有到一個溝通的樣子。對，這是寮子的部分。那還有一些專案的活動，讓他們來分享。問一下，顧松你現在一年你嘅紀錄片，比如說每週5嘛，對，每2週的週5，都要它一直都有這麼規律的播放嗎？那你們就是松拜用一個小娟的臉書，該小娟給去搞黑管音樂，都演去搞咩黑管音樂，鼓手提 Andy 該片播放的時間，我有懂得嘅討論，他假如對該畫面底部嘅內容。景色啊，景色，懂受施啊，而且有一種親密感、親近感。鼓手暗湧嘅溝通會有一種，大家會有一種很親密的感覺，那就是凝聚這種親密的感覺，就是我們在寮子要做。暗湧嘅感覺就是大家會講到人不清土清，就會暗湧嘅感覺哦。比如講你去到每個嘅時節，有冇？大家唔意思，唔講你講你係客家人，係客家人，突然間我們好像很親密，有沒有？唔講你去到幾片，你係講迄個個人菜地嘅事情啊，菜地跟你去看嘅時節就會唔應什麼個距離就拉近，還有嘅感覺。所以你們這樣子播電影，在你們的那個有限來寮嘅基地播，大來看嘅人係當地嘅居民。有看嘅人
冬天人咩有，但係觀音人少，大家也唔記得你，你係你嘅困境啊，你嘅困境係你一下夾夾講啊，觀音嘅朋友，係啊，夾夾來，大觀音嘅朋友，係啊，夾夾認識記得嗬，白宮下在地文化協會，呢度標記到偏夢影群啊，有，夾夾來群，有啦，係攞過係用你自家熟悉嘅面發到。要猜啲嘅阿婆來看喎，有阿婆啊，阿婆俾嚟看啊，動烤。而喺逼而嚟睇啊！你即刻俾掉釘係本面。係啊，係請嗬。咩阿婆以後要請好朋友來看啦。係啊，有嗎？有，其實都有啦，一直都有，但係唔係簽到。啊哈。因為觀音改片呢種意思嘅人係冇按到。你唔係，我知道唔係你嘅問題。你唔係蔡經理嘅問題，就你下嘅沙皮就一樣。啊，佢說你來在做嘅事情就。唔過慢慢的來嘛，你看你做一年咧，我問你哦，一下一年過去嘅，你知道菜體有嘛個一些無樣嘅回饋啊，無樣嘅變化，你會感覺到。比如講，你會講，你知道無去青島嘅菜體，唔講阿婆回來啊，一下你嘅感覺係樣，有嘛個改變冇？改變咯，最重要嘅係你自家知道呢種事情做得做，有嘅意思去做，有嘛個改變咯。因為你張厝開事情，我知道很有做得國家2-3年，可能你要從種東西用嘅，種樹唔係1年就會看到成績嘅，種3年5年。然後做一整年嘅事情啦。鳳儀，你個表情係咪意思？其實是會按一空啦。有補充嘛？因為佢講嘅係紀錄片嘅法頭嘛，從我睇家都看田壤，還有什麼其他嘅法頭？譬如講青年入莊啊嘛嘅法頭。佢有做一隻青年入莊、青年入莊，佢係一系列嘅活動。佢有準備到地方導覽，還有蓮花季。還有草編課程，就很多的系列活動，希望可以活絡地方，不管是居民或者是年輕人，能夠參加一整個系列。那我們在最後一次的時候，我們有舉辦一個音樂會，那個音樂會當天的效果也蠻好的，因為我們就在我們的白宮下前面辦了一個音樂季，然後我們邀請到的阿偷狗跟偉傑。好棒哦！我們都邀不到的人，你們都邀到了。邀呢？講聲。所以 OK，用糖起來是為咗但係印尼嘅法堂嘛，從冇呢？你都該用嘅法堂是不是就得寫到東島其他嘅後生人強下來參加，就得從冇？就係就做得啦。因為大家講到觀音講實在話，一般因為上到嘅可能厲害好缺，天一點是熱天嘅時節，凍熱嘅時節，大家就得去看蓮花。對，然係好觀光嘅部分。我其實其他嘅對，嚟講西部街朋友當到嘅必通，台底時係安用嘅。我對其他嘅彩體文化是好冇人了解，所以你們在導覽嘅時候，比如講，你要不要？你們現場係用英文導覽冇？我剛剛係搶線上的。那你自己跟線上用啊導覽有沒有也聽到很多學習更多？該應該就有係該藻礁，然後就動熱門嘅藻礁，然後去看該地方嘅生態，然後蓮花季看做啲用辦，做啲做結合，還有該啲後生人做啲地地陪，做啲做嘛該事情，應該要做啲為了供應該提供，做啲盡一份心力該。我想補充一下，就你很多青年入莊嘛，其實你就係像你自家嘅培訓課程，因為你自家會做觀音嘅事情，經驗會做觀音嘅事情，你都冇了解你地位較層面嘅東西，你會做乜嘅？所以你很多專去白講下青年入莊，你係厝開始，你將厝開始。該咋發通係厝開始保媒含有青島，你會做嘅事情。跟你知道你自家對於觀音要在地方，你自家我對你當然是非常的認同。不過你黑嘅那邊，你是在那邊從小在那邊長大嘛？那你自家吃到你做安陽嘅文化嘅消費，按你一年將開始，就像你講的，係埋了一個種子，慢慢樹會越來越茁壯。不過你吃到你自家對觀音嘅片，也係你自家對客家文化嘅了解，也係。
有很较神秘，也係有無強樣嘅發現無？我看去發現，就講因你除天而嘅客家話突然變得非常好之外，就講因你性別改變，我帶性別啦，性別改變嘅馬祖沒有好咧，我轉去張發現到佢係266年嘅太廟，但係因你改變，他冇人拜。哦。比較多的是觀音甘泉寺草塔的寶藏宮，那我們新坡其實有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媽祖廟，鼓手 Andy 咧下做得像跟婉婷分享一下 Andy 做媽祖廟嘅事情，对哦，它其實是叫大同永興宮，然後它其實就是他剛剛說的，已經有263年歷史。对，然後所以我們辦了一個活動叫流動故事工作坊，然後那個 slogan 是故事流動，青年捲動，社區轉動，就是說，故事對話跟與長者的經驗交流是流動的，那個青年投入地方跟地方上的活絡也是流動的。那3場活動就分別透過紀錄片，然後地方志，還有歷史，然後就來記錄地方，就是對。然後為什麼選在永興宮？就是其實這個最一開始的概念發想是，就是每座廟宇都是一部最能代表地方的紀錄片，對。然後像對，就是在台灣，然後廟宇是如歷史的寄生，然後就是大家就是都圍繞着廟宇而生，其實跟我們巴貢哈的那個概念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們就是辦了這場活動，我們辦了流動故事工作坊，然後也會拍那個永興宮慶城佛教的紀錄片，對，然後就是透過地方工作來記錄地方，然後希望可以達成地方上的活絡，對。等於講，人家在聽一個導覽的那個，背很久，專業，背誦專業嘅背樣有，人家在讀一本書嘅感覺，還有乜嘅故事，大家聊下，等下就同你講。後生人來分享吼，嘅感覺實在係冇強咯吼。相信你訪問到當到，譬如說我們客家嘅耆老啦，然後當到有機會嘅老人家來分享聊條時間，你就會知道，哇！我在談故事。咁我談後生人來分享嘅時間，是會知道講，哇！就是所以覺得說，其實對自己來說，就像理事長講的，也是一個學習，對不對？你自己也是自我的一個學習。你以前知道是263年嘛？其實我也是。基本一躺了才知道是263年，所以你看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。然後香港從來嘅事情係因為你都講到其實係台灣嘅信仰，而且也是才提都該大概記名記到動從了該在信仰該地方。所以你們在那個除了拍紀錄片永興宮嘛，剛剛講永興宮嘅紀錄片，所以你們有請導演去拍。去記錄，對不對？然後可能花沖洗跟記錄，改一個這個主題的紀錄片。那像你們在那邊辦的一個實體的活動，會是什麼？有嗎？有這樣實體活動嗎？有活動就是剛才說的流動故事工作坊。我的意思說他們會是對，那3場是就是講座是講座。對，然後其實一開始是我們覺得說，就是其實。那些我們平常最日常的對話，那其實就是一段庶民歷史。那我們其實就是想要認識這個地方嘛，我們想要做地方工作，然後我們現在想要先做的事就是把它記錄下來，就是對，然後所以就辦了3場講座，然後希望可以去把它記錄下來。所以你們就會邀請你們覺得很棒的朋友一起來分享，比如說你們有邀請。對，記錄桃園光影的一位導演，紀錄片導演，然後還有寫一本大溪的地方志的一個筆者，然後還有一位是那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吳學明教授，對他的專業領域是那個地方歷史、區域歷史，對，然後他對客家的歷史也有研究。所以其實你都把安樣講座嘅發通。
等于是台大一堂，其实就是等于好棒哦，跟在地的老师们或是文史工作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交流，也是走对讲一种该研习跟上课，对不对？平常人家的都好高，可能有安雅记回世界，可能不去上课，有没有？现在又平时很努力的去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可以彼此充实，最重要系和走对安用对了解，所以你们还没然用汉语嘅交流法通。课余交流活动，汉语嘅交流法通有冇？像甲讲嘅讲课小教室该算吗？该算吗？该算吗？对啊。如果你们有这样子的课余教室吗？有冇？出题 any 有限类了解片啊。哦，去请做得七 B 啊。做得会唱现场去搞冇也係用。冇，主要唔係客家語言，主要係客家嘅，自家對客家嘅了解，係咧自家對客家嘅認同嘅分享。我以前下飛到一下1年咧，會知道真困難哦，建議真困難。你都會知道真困難嗎？冇錢啊！冇錢，我申請，我勞政府部門來申請經費嘛，爭有錢。但係你下我想嘅事情係，你自家有嘅專長來，做這個營業的項目，這個自給自足啦，一直拿政府嘅錢，其實也唔係辦法。你下 NED 想這件事情，現在還在規劃跟想象。那你們家人呢？我還給你會有支持嗎？這個突然間這個氣氛變得很凝重嘛。不用呀，因為你看阿婆不去看天樣啊，有冇？從冇阿婆就親支持啊，有冇？那啥先講，家人還是你要換話題也是可以。家人其實蠻支持的。那像剛剛說我們在今年暑假辦了一個音樂會，其實那一天我爸爸、我的姑姑都有來到現場，全入狗了一趟阿濤狗。對，所以那是因為喜歡阿濤哥吧？因為喜歡，不是因為方言，因為支持你啦，支持你啊。對，所以那個我覺得那個互動也蠻好的，除了可以拉近我們對於在地的認識，對於家人之間都是蠻支持的啦，也是蠻相挺的。因為講實在話，一般傳統嘅家庭會知道講，我生意咧係來做乜嘅，到那邊去上班，對不對？記得即刻做一隻協會，然後又用從啲幫派嘅上輔來做，到底咧後生後生在做埋事情，所以家長其實是會想要了解，所以你來讓爸爸媽媽來分享嘛，對啊，所以那你應該是最得到全力支持的，對不對？其實主要是阿婆啊，感覺老阿婆帶啦，不是阿婆伊可是也看唔順眼，你做嘛解？咩小咩屁啊？你做嘛解？阿婆嘅講書就樣樣。等佢了1年了6年來做下來，佢看到我嘅朋友，就我帶到我下嘅朋友，也唔係嘛嘅反應。啊，就是雖然關於就會請我嘅後面㗎，好唔好？就關於唔係嘛嘅反應，關於也係捱去搞翻佢哋，唔係佢哋搞翻佢。啊，不錯，佢看啊好啦，啊佢。包妹咩會來參加你嘅活動？因為佢冇參加咩做唔得啦，佢就是講啦。嗰陣你有行來，你個基地是在阿婆嘅屋下冇？阿婆帶對面，對面，有行來了片係條擺嘅左下，係脫離出來嘅。哦，唔過係喺阿婆嘅。係不錯阿婆真係冇法通嘅，都唔甜筒啦。阿婆會知道講，哎呀冇，可是在我家啲嗌喺木下，冇就冇法通，冇法通。講公司在幫嗌知道阿婆聽說真歡喜，因為變得很熱鬧，親鬧嘅有冇？又按到嘅後生嘅有冇？啊，平常時嘅家家同阿婆撒嬌嘅冇？係啊，有冇啊？你阿婆會煮飯冇呀？哈，直接幫佢煮啊。啊，你都有試過阿婆煮嘅菜冇？有試過，全都試過。阿婆懂哦，你剛才冇講客家話。好險，我哋要補充兩句，因為就係啦，大家阿婆因為佢哋看基本嘢福氣來，唔再因為同阿婆講基本因為佢哋看電視，唔知冇。我使想說，好愛聽錯人講，你就講阿婆情惡，唔係冇講客家話嘅事情，阿婆會講聽錯係講客家話，對不對？好，那婉婷呢？你說家人嗎？
哦，其实因为我是大4了，我准备要毕业，然后身边的同学都积极营的，就是要去什么饭店业，然后去什么高级的餐厅。因为跟你头改扣的有关。我是国际观光管理，然后对大家都在实习干嘛，然后我就是在做一些文化工作，而且在乡下有冇从他对，他讲过呢，中义讲的去台风店啊。对，然后家人可能就觉得我在玩，然后我不务正业，他就你干嘛？你怎么还在玩这样子？但我觉得他们很爱我啊，他们反对就是支持。其实你去改给全市冲嘛，你去改给全市冲嘛。他们反对就是支持，而且其实他们都会帮我分享。对，然后他的爸爸的朋友，他们的朋友，然后还会帮我按赞分享。他们说我真的很不支持动闹按赞，有没有？听你某一走，一走分享，对不对？好，分享一下，这就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啊，他不管用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啊，其实价值的事情，唔讲爱吃到喊他重要的事情，真紧系经费。我们用现实面来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讲你会周一生意嘛，哈，古说要真紧会规划一下，其他都得有收入给经费可以用来同意按用永续做下去这样子，所以未来会想要发展，你们要发展月刊，对不对？从某样对，我们想要出我们的刊物，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经费都不稳定，所以就是还不敢说是月刊或季刊。对，然后我们要叫后生吼声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讲西兰人，有讲河流所以我今日逢唔记得我的客家话变得很奇怪，有冇去变？嘿，刚开始讲我都会吼嘛个名，是个后上。就取汉字吼声，就是也是一个青年世代把想法传达出来，吼出来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吼出声哦。所以什么时候会出呢？请你改乡亲朋友，敬请期待。有钱就出，取决于定位嘛，用什么时候可以下？可是你们居民呢，你都有带到，就阿婆冇算啦，爸爸妈妈冇算，有没有居民给你们一些不错的回应？一开始世界非常，哎呀，俩在和尚因地来走嘛，改，不过俩还觉得走对咯，长对哦，有冇？像我一只朋友嘅爸爸係运行用改片大洲嘅总干事啦。哦。古说 NDT 没有空做事情都请讲说，你们懂支持啦。其实，在总下就会有啲好处。大家都熟悉，唔算矮，佢算矮爸。哦，古说，就总下嘅人老人之间嘅关系同密切啦。这就很有意思。你看亚洲会同都市某啲地方，你都给片嘅交流嘅时间，你唔是冇空工也冇相关，就会矮爸喺马萨就做得嚟，佢咪爱用嘅讲法，真嘅爱用阿婆喺马萨就做得，你知道好像突然给你变很亲，有吗？你就会几个孙呢，有冇？几个拉嘅爱用就。有同事情就吃到清第一篇，你还有意思吼。好，其实咧，基本伊当方伊做在绕墙度，你讲北港下在地文化协会嘅3届后生英吼系东冲绕界干部，今年咧有2篇。那大家咧分享，其实佢都东山忙东大病，所以希望讲真是做在为呢个财体做在客家嘅事情，不论系语言也好，文化嘅传承也好，所以希望有看电视嘅乡亲朋友吼，可以当有看到爱用嘅后生英，真是呢多多帮佢哋鼓励，多多帮佢哋支持，长咧想以后航班有乜嘅机会可以实质的给予帮助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。好，你要动宠啦，因为我们要有实质的经费，安那做在。继续咧行下去，从嘛吼，所以今年当感谢上届有上演了2篇，让大家咧分享。谢谢总干事，历史总到历史。谢谢。记得有向阿婆款天使哦。会啦，佢应该懂听哦。太棒了，共用3张嘢咯。真好。好，给乡亲朋友咧，3年後咧做乜嘅咧？我哋做認同了。